將自己中意同最意嘅事去同人分享，呢種感覺係好開心噶。即使聆聽各位都會覺得開心，你知道原因咩？係因為所有人都有不同之處。冇錯，因為每人都有唔同嘅思想同埋感覺，咁樣嘅相遇先至會令人覺得興奮噶。因為大家性格有所不同，你先可以從其他人身上改變自己噶。因為大家擁有住各種唔同嘅力量，世界起嚟先至會變得強大。因為我哋大家嘅心團結起嚟，先至係將困難逐一擊破，咁先係真正嘅合二為一。同你所講嘅嘢係完全唔同嘅。